台南市长黄伟泰伫就职3周年，一路行来，除了感谢市府团队的努力，嘛感谢市民朋友的全力协助。尤其这一冬外来，因为抗疫防疫，市长嘛特别颁发感谢状，予参与防疫的工作人员甲志工，并且一一翕相留念。市长表示，为了打造优质的宜居环境，市府团队不管伫个投资环境的改善，或者是社会主体的兴建甲治水等，3年来嘛拢一点一滴看到好的成绩。3年多来，其实我跟在座的绝大多数一样，都没有当过市长，所以很多的尝试，很多的想法，有赖市府团队来帮忙完成。我记得在美国，克林顿总统跟老布希总统竞选总统的时候，有一句话：“笨蛋，问题在经济。”我们看到了这3年来，台南的经济事实上是努力向上。刚刚经发局陈局长跟各位报告的，不管招商引资，吸引来自国外、还有国内、还有各地的投资，我们都是名列前茅。除了招商引资外，把钱找进来，把人也找进来。大家看到了，我们每逢假日，很多外地的民众都喜欢来台南一游，不仅因为好山好水好食物好美食，还有我们台南人的亲切热情，让许多外来的观光客、国外的客人、国外的朋友，大家都觉得台南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。市长表示，台南市对去年到今年防疫的工作不但创下6都上少的确诊人数，另外遮冷的天数上长，对着防疫人员的辛苦甲市民的配合，共同交出真好的防疫成绩，让台南更加成为安居乐业、健康佮有发展的城市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口罩一样有戴好。